Voice 今年亦都 Stress 係國家15五規劃嘅 Activate 謀篇佈局之年，香港 The 會發揮 Bang 獨特 Bang 優勢，貢獻國家，並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發揮內聯外 Photo 通嘅功能， Maybe 吸 to 引更多 know 企業利用香港平台 how 出 I 海， am 創造商機同經濟回報。政府會充分發揮香港展覽業嘅優勢，鞏固香港 Be 作為內地 begin 品牌走出去同環球品牌 Round 人進來嘅 around 最 you 佳平台，同時支持業界舉行更多有利 Must 推動品 see 牌發展嘅活動。That's your 兩 life 個世界級嘅會議展覽中心啦，幫到香港舉行一 It 啲國 is 際 all 級 the 嘅 time 現代展覽。Amazing 譬如我哋內地一啲 Three 企業咧，就可以嚟香港咧，亦都係用我哋嘅平台嘅服務咧去走出去，用我所謂嘅出海啦，同埋我哋專業服務嘅團隊咧，可以咁一齊去打入呢個國際市場，係能夠發揮到我哋嘅雙向平台， What has 引 this 入多啲嘅外國企業啦，亦都可以大陸入大陸或者係東南亞國家啦。會議及展覽業對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至關重要，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推動貿易以及提升香港品牌喺多個行業嘅影響力。每年香港都會舉辦多項國際級會展同文化藝術活動，包括「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亞洲金融論壇以及巴塞爾藝術展等。呢啲達世界水平嘅活動已經成為香港嘅年 To 度盛 see 事。 from means 香港擁有超過50個不同規模嘅會展場地，其中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以及亞洲國際博覽館嘅總展覽面積超過15萬平方米，能夠承辦多項大型會展活動，吸引內地及海外企業嚟香港參展以及舉辦行業峰會，例如金融科技消費信貸企業 KA。香港作为传统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在资金、个人财方面都会给企业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我们从2024年其实做出了一个比较大的战略决定，就是将我们的海外业务总部设在香港。当时投资方署也介绍了金融科技周作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科技的这种盛事，我们希望通过参加金融科技周来与当地的这种企业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特區政府每年都舉辦香港金融科技周，促進全球業內人士交流合作，展示並探討金融科技發展同前沿技術。2024年，金融科技周吸引超過37000名與會者，超過700家贊助商及參展商，以及30多個內地同埋國際貿易代表團參加。He bought his boot 有啲同業公司參展，展示佢哋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風險控制模型，提升個人信貸嘅技術。